坊間比較多人關注咧，就係個面積嘅發水咧都好犀利喎。咁啊，大概嘅理念咧就因為咧，原來佢好多發水面積部分咧係一啲嘅設施嚟嘅。咁呢類型嘅物業咧，我相信未來個市場咧應該好受歡迎嘅。大家好，我 Louis Talk 今次咧就再次邀請我哋嘅重量級嘉賓測量師阿 David 接受我哋嘅訪問。咁另外我哋中原地產嘅首席建築師阿 Jeff 井咧，亦都今次咧就同我哋分享一啲嘅新嘅建築條例。因為近期咧就香港嘅豪宅咧都幾矚目喎，咁有啲重量級嘅成交咧就喺山頂嘅歌賦山道1號同埋山頂嘅歌賦山道15號，咁啊都幾矚目嘅，牽涉7.9億同埋牽涉10億以上嘅。咁呢兩個矚目嘅成交裏邊咧，咁啊 Jeff 可以幫我哋解説下嗰個面積啊，同埋嗰個物業咧點解會咁值錢咧？或者裏邊有啲咩嘅新嘅建築條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好啊，多謝 Louis 今次嘅邀請。咁我見有 Jeff 啦，咁就啱啱都講過兩個物業都喺歌賦山道嘅，一個喺15號，一個喺1號咁樣。15號嗰個咧係一間獨立屋嚟嘅，咁其實坊間比較多人關注咧，就係個面積嘅發水咧都好犀利喎。嗱，咁我作為建築師本身咧，我都分享下一啲即係少少嘅觀點啦。因為咧佢咧其實咧喺建築嘅面積上面咧係9000幾尺嘅啫。嗱，呢個係一個入則嘅建築面積，但係去到賣樓嘅我哋所謂嘅 sellable area 咧，去到18000幾尺，足發咗水成1倍咁多嘅。咁啊，大概嘅理念咧就係因為咧原來佢好多發水面積部分咧係一啲機電嘅設施嚟嘅。咁機電設施即係風火水電啦，咁啊當初亦都包括咗裡面一啲好大量嘅消防系統喺裡面嘅。咁呢個咧就俾咗一個空間咧去做一個比較大嘅規模嘅發水嚇，呢個係條例當其時係允許嘅。咁啊即係住用嘅一啲房間啊、廳啊、睡房啊、廁所啊嗰啲咧就歸翻落一個建築面積裡面嘅9000幾尺計算咯嚇。咁呢個咧係幾吸引嘅一個面積啦。咁就其實咧係當其時2019年攞完工 OP 嗰陣時咧係容許嘅。其實今日嚟講咧，其實個機會就會難咗啦嚇，因為咧發水喺建築物嘅條例嘅管理咧就會越嚟越緊張嘅嚇。咁但係呢個物業咧吸引之處就係喺當年2019年完工咧，咁當其時有啲咁嘅機會嘅。歌賦山道1號係點樣咧？歌賦山道1號同15號唔同咧，就係咧佢係3間屋組成嘅嚇。咁佢咧都有啲發水嘅面積，但係咧佢比較特別之處咧就係咧3間屋咧就會衍生咗啲公用嘅地方啦嚇。咁如果我哋睇翻個大公契裏面咧，佢停車層或者係即係入口層嗰度咧係有相當大嘅面積咧係屬於一啲公家面積嘅。咁嗰啲公家面積咧係叫我哋所謂嘅 common area 啦。咁嗰啲地方就賣唔到，但係咧都包含咗成個套咗成個項目嘅面積裡面嘅嚇。咁佢嘅 sellable area 嘅發水咧就相對比15號要低啲，但係咧佢都係即係好多公家空間咧，俾日後用起上嚟嘅一啲靈活上面嘅處理嘅。咁啊 David 因為最近頭先阿 Jeff 提過個山頂歌賦山道15號啊，咁啊最近啲大新聞嚟㗎，銀主變業主喎，咁同埋佢嗰個喺個股價方面嘅，咁你哋又點睇咧？其實股價咧就正如阿 Jeff 頭先講過啦，咁估價師咧就睇翻而家個地皮上面個法定批准個面積去做估價嘅。咁頭先佢都交代過啦，呢份積係2019年嗰陣時批嘅，咁啊批咗一個18000尺出嚟啦。咁估價師就應該會按18000尺嘅面積去做估價。我理解呢個市場好應該係以7.9億買賣咗，咁即係為咗4萬零蚊尺到啦。咁如果你同附近嗰啲屋相比咧，就應該係合理嘅價錢咯。咁所謂銀主變業主咧，其實概念係乜嘢咧？就係將一個公司嘅負債變成一個公司嘅資產啫，咁啊改善嗰個負債表嘅啫。喺嗰間公司立場咧，佢可以持有呢個物業啦，佢想幾時處理，佢想幾時變賣，甚至出租，佢都有一個即係彈性喺裏邊咯。咁因為最近成個市場咧，就喺8月同9月咧，我哋做過統計咧，5000萬以上咧，其實係港九新界一手同埋二手嘅成交咧，都有72宗嘅。但係裏邊咧，其實80%咧都係啲新樓嚟嘅。咁裏邊咧就有差唔多16宗咧係啲別墅 house 嘅。咁我哋睇到嗰個趨勢咧，就係依類型嘅，尤其是係發展商嘅一手盤咧。咁對於啲買家嚟講咧，其實都係中意一啲有創意啊、景觀啊，同埋除咗嗰個建築方面咧，就好特別嘅。咁有啲就係一啲複式啦，4000幾尺複式啦。咁有部分咧就可能6000幾尺嘅地下複式蓮花園，咁有獨立嘅門口，咁亦都有個好大嘅室外嘅恆溫泳池嘅。咁亦都裏邊嘅間隔咧，就大部分咧都係起碼都5房5套噶啦。咁同埋係橫廳嘅設計咧就比較受歡迎嘅嚇，因為啲客覺得個景觀就可以飽覽無遺，無論客廳、飯廳、家庭廳裏邊咧都係望到晒前邊最靚嘅景觀嘅。咁亦都有部分頭先提過話嗰個garden duplex咧，即係花園複式咧
嘅 villa 咧就有室內嘅電梯上去嘅，咁亦都係合規格嘅。咁亦都有部分咧市場上中有啲複式連天台，咁同一啲大平層可能3000尺嘅。咁呢樣嘢對於一啲買家嚟講，可能成個項目可能有5個大嘅物業，咁成棟買晒，呢個大家族買晒，或者有啲我哋叫做商號之家，一部分嘅樓層咧就自己享用，另外一邊咧就我哋係款待一啲貴賓嘅，咁亦都係我哋一個投資同埋自用嘅極品嚟嘅。咁呢類型嘅物業咧，我相信未來個市場咧應該好受歡迎嘅。咁亦都我哋見到未來一啲新嘅產品，除咗啲大屋，頭先阿 Jeff 提話1萬尺、11000尺嘅二手嘅物業之外咧，最近亦都有啲就好靚嘅地段。咁啊，一個獨立嘅地段裏邊咧有間大屋同埋一間細屋，可能1萬尺一間屋，另一間就5000尺嘅，咁一個家族住晒嘅。咁啊，David你好似都聽聞有啲嘅市場咧，其實有呢啲嘅買家嘅喎，好似係。其實係好多大家族咧，佢好希望，譬如話佢自己啲小朋友啊，或者第二啲家族嘅成員咧，都同一齊住。咁通常如果攞翻你頭先個例子咧，1萬尺同5000尺咧，佢通常自己會住5000尺嗰間屋啦，自己嘅直屬家族啊，例如太太啊、細小朋友喺晒裏邊住啦。咁隔離嗰間可能係已經成咗家嘅屋企人，或者係嗰啲近房嘅親戚就住喺隔離，咁啊方便照應啦，又可以獨家獨戶，又唔會即係涉及到佢自己私生活嗰個往來啦。如果你要食飯嘅，咁啊 call 晒過嚟食飯就好簡單咯。咁其實係應該係好受嗰啲大家族嗰啲歡迎嘅。好，今日我哋講住咁多先，下集再見。